伫澳洲离墨尔本市中心差不多8公里的所在，遐有一间监狱，已经有170年的历史啊。这内底原本是专门咧关连续杀人犯这种重刑犯，这互人是听落感觉心惊惊。不过，这间监狱即嘛是已经改造做一间饭店，经过规个翻过了后，即嘛内底装潢是真气派，而且这嘛是全球第40间由监狱改造的饭店。若要安怎写人目，要安怎救生理，业者嘛是步数真等，拍拼的激头脑。壁先青椒贴起来，外形看起来敢若一个古堡，真有历史年代。不过，这是澳洲墨尔本伫1852年起的蓬特里奇监狱，伊的名声真歹，真侪人敢若是对边仔行过，心内拢会惊惊，因为这拢是关于重刑犯。自1997年封起来了，有企业开10亿美金，超过300亿台票，该改建成做豪华饭店，让观光客享受特别的体验。The owners had a vision here to create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and rather than, like so many developments, knock down and start again, they really wanted to preserve the unique history here with an experience quite unlike any other. 蓬特里奇监狱饭店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清照修复计划之一。伫改造过了，才有19间特别的套房，每一间套房是5间监狱牢房改建。招财佮搭配茶的家具，伫咧历史甲现代中找一个平衡点。监狱内面甲外口的清照壁，悬6公尺，长有6公里外。因佮甲地下的250栋的石头挖起来，做做一个游泳池，内面拢是点蜡烛，真有神秘感。那游泳会当拿啉烧茶，行入去酒吧内面会当看到这规片片顶头拢是酒。有225种葡萄酒在里境，这间有170年历史的监狱，捌关过真侪重刑犯，包括连续杀人犯、丛林强盗、乌北的领袖，每一个犯人拢真凶残。Ed Kelly was found guilty for receiving a stolen horse,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3 years imprisonment. He spent most of his time of his sentence here in Pentridge. 历来大旅客当体验澳洲原住民传统的欢迎仪式。工作人员伫咧中间的时阵，发现伫咧高架甲的运动场下骹有一座真罕见，伫1850年代所起的圆形的监狱，看起来敢若是一个车链，互犯人出来捞捞的。因逐工会当踮咧遮1点钟。即马知影伫世界上只敢有8个这种设计，其中3个就伫这座监狱内面。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